對比起足球、籃球、棒球喺香港唔算流行，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喺80年代嘅時候，香港曾經出現過第一支華人少年棒球隊？今日龍耳首先要介紹嘅電影就係改編自呢隊球隊嘅故事《點五步》。80年代嘅時候，中國同英國談判香港主權問題，香港人對未來覺得好迷茫。喺呢個動盪不安嘅時代，10幾個年輕嘅棒球員擁有一股大無畏精神，組成咗華人第一支少年棒球隊，個名叫做沙燕隊。佢哋雖然有夢想，但經常遇到大大小小嘅失敗同埋挫折，一直喺堅持同埋放棄之間度徘徊，經歷過無數嘅試煉同埋掙扎。佢哋要同日本強敵對壘，憑住信心又能夠打敗日本隊呢？我走你走就係兄弟，而家就乜都唔係。個死老鬼有冇攞住支槍指住你個頭？打波打交啊，爛仔啊！如果冇嗰筆錢，你仲會照搞嗰隊波？全部人等緊你啊，仲唔肯？校長冇講過話要你，但我有講過，要你哋唔好放棄。比賽嗰陣，一踏出投手丘就冇得翻轉頭，輸贏都係呢半步。呢一出電影絕對係極具誠意嘅本地創作，而且係非常之有口碑。我相信其中一樣感動人嘅原因就係球隊對夢想嘅堅持。堅持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當你想放棄嘅時候，要謹記當初要做嘅原因。呢一出青春勵志片一定會令我哋重拾翻已經遺忘咗嘅香港獅子山精神。今集嘅龍耳首映時間差唔多啦，下一次再見啦。